中华职棒全垒打王大师兄林志胜的引退系列赛今仔日开始，连续3天伫咧台北大巨蛋进行。林志胜22个球季所创造纪录，和国际赛表现，互球迷印象真深。林志胜就讲咧，退休了后，伊要做教练，协助有棒球梦的囡仔向目标来打拼。 例行的打击训练了后，林志胜转来到休困的所在。今年中华职棒22年将有拍到引退系列赛，头一轮比赛总教练叶文忠就互伊先发拍第5棒就1垒，也是本季头一场以先发1垒手出赛。嘿，先发对嘞，很开心，就是叶总给我个机会，我就尽力把我当球员的时间做好就好，能在场上多久，在那些短暂的时间，我把自己该有的东西都发挥出来。引退系列赛了后，林志胜袂阁再出赛，为此为足球迷抢买这个有买门票，要对蓝鸟时期就一直伫咧球迷，下晡请假来买引退纪念商品。很乐观，然后也很棒啦，都会鼓舞大家。最欣赏他的就是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啊！我每次看他跳出去，我都觉得爽，就是一个爽字。志胜，恭喜你退休了，对，谢谢你，就是让我我希望这几天不要哭啊。不管球迷心目中的林志胜是安怎，林志胜希望球迷就好好保持。也来过去穿国家队的衬衫，代表比赛拢有真好表现，也互球迷讲天生英雄命，伊也直接坦白回应。是，觉得是我可能不怕失败。亚运金牌以后，我发现只要你不怕失败的话，去做，虽然结果可能不会像自己想的这么好，但至少你不会那么的挫折。引退系列赛最后一天才要发表引退感言，林志胜讲这2天困了袂歹，所有的情绪可能到礼拜才全部来溢出来。也若退休了后，会转做这两队的教练，也会合作有棒球梦的囡仔向目标来努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